我最近成日諗起，有啲人好似有一種超能力咁，佢哋可以隨時行入你腦海入面嗰間房，幫你揾到盞燈嘅開關。就係嗰種，佢哋好似天生多咗一啲神經線，令到佢哋對呢個世界有更大嘅包容力。當你仲係處於情緒一團糟嘅時候，佢哋唔係喺度等你變好，而係非常有耐性咁陪住你，講一啲老實講你自己都好認同，只係當時亂到講唔出口嘅說話。喺你仲未解釋完之前就已經被對方理解，其實係一種好難得嘅溫柔。我之所以咁珍惜呢種耐性，係因為我嘅人生好似由好多喐動緊嘅零件組成咁，我不斷處於一種過客嘅狀態。當你習慣咗不停移動，你就會慢慢適應同人相處只係一個季節嘅時間。我嘅邏輯不嬲好簡單，如果大家咁啱行緊同一個方向，咁就一齊行一段路咯。前幾日，我朋友 Helen 同我講起佢一啲差啲就發展到嘅關係，嗰啲感覺好有潛力，但最終都開唔到花嘅緣分。佢發現，原來嗰啲令佢好心動嘅人，身邊其實一啲都唔缺愛，佢哋嘅人生一早已經好圓滿。Helen 係一個好理性嘅人，佢同我講，佢見到個出口嘅指示牌，佢知道對方已經閂咗門，佢甚至同意自己亦都應該要放低。但之後佢問咗一個連我都答唔到佢嘅問題，如果我明知我要走，點解我內心仲有一部分係完全唔想行？點解我仲係會咁在意？佢開始懷疑喺對方人生嘅宏大敘事入面，自己係咪只係一個背景人物，一個喺佢哋鏡頭入面經過嘅 NPC。佢問我，如果我只係一個過客，點解當日我咁亂嘅時候，佢哋可以對我有咁大耐性？點解而家門閂咗，我反而覺得自己好似失去咗一個，我甚至唔知自己一直起緊嘅家？或者重點根本唔係要 Helen， 或者我哋任何一個人即刻放低，或者就算只係一個過客，都可以對沿途嘅風景產生感情。喺嗰度閂咗嘅門口坐一陣，並唔係代表你冇成長，呢個只係代表你仲係一個有血有肉，識得去在意嘅人，在意嗰個曾經睇得你咁通透嘅人，哪怕嗰個只係一個季節嘅時間。如果你都曾經覺得自己好似一個 NPC， 喺一個原本以為係你全世界嘅故事入面只係路過，我好想喺留言區聽下你嘅諗法，我哋一齊揾答案。